10年老店亞人堂健康管理旗下馬皇后康藥以公益送港人福利，零元暖心行動，把中醫溫度帶進香港街頭，只送溫暖不買惡，凡進場不花1分錢，不辦卡不推銷。親愛的港人街坊，亞人堂100%準公益，零元暖心行動，把中醫溫度帶進香港街頭，今天只送溫暖不買惡，凡進場不花1分錢，不辦卡不推銷。親愛的港人街坊，香港節奏快，痛症來得更快，頸梗、肩硬、腰刺斷、腿如灌圓，風濕一來，落雨就預警，坐班10年，腰椎報警，湊仔上班 OT 勞損無聲，卻日日纏身，這些痛我們幫你敷走。亞人堂準中藥熱敷公益正式啟動，只做一件事，免費熱敷，解血頸除肩周炎，通除腰椎膝合腰腿痛，風濕類風濕中風後遺症引發的疼痛和一切莫名腫痛妙效佳，零元體驗清單，中醫師1對1速診加體質辨識，價值198，當場敷上準中藥熱敷，頸斜線、肩斜線、腰斜線、膝斜線、乳線5選1，價值280，全程零收費，零印營消費，用完即走。本周加碼公益，每天前50名預約者再送精美禮品1份。周1周日10點至下午10點，預約方式任選0085269161589劉明加熱敷，現場掃碼即約，1分鐘搞定。長者可即場由義工協助登記，免手機操作。真正的公益3不：不收集身份證，不推銷療程，不辦配雲卡。現場如發現任何推銷，可直接向社署舉報，我們全程接受監管。特別通道：65歲以上長者、殘疾人士、綜援家庭免排序綠色通道。與善術後康復者可預約女醫師專場。周3、周6下午，亞人堂承諾，今天你不花1分錢，只希望你好一點。把這份來自街坊的暖意轉發給身邊那個總說忍一忍就過去的人。名額有限，一起來，把香港的節奏放慢3小時，讓頸肩重一重，腰腿暖一暖，讓痛痛先落車，你繼續輕鬆前行。亞人堂公益團隊敬上，活動由亞人堂志願中醫推拿技師團執行。馬皇后全體宣言：以愛溫暖人，人關懷人，以為啟發人，用自己所長一生為公益事業而奮鬥。